大家死亡案中唯一的目击证人，监视韩学兵的一举一动，保护邓小红，小心他们跟徐小溪发生冲动，造成伤亡。红毛天心和美酒迎嘉宾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郎新娘为大家请安。好久不见了，非常感谢你能来啊！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妻子，邓小红。欢迎你。住手！韩学兵，你以为我会杀邓小红，我不会对你动手吗？太小看我了！动手！为了他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爸妈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他就眼睁睁地看着我流血，眼睁睁地看着我。他没有悔恨，在他的眼里呢，我只能看见遗憾。他居然跟我讲起了他妈妈、他老婆跟女朋友，还跟我说，如果我死了的话，就在他妈坟的旁边，也给我修一个坟。可惜的是，我
当时我割完的工具是水果刀，不是刮胡刀片儿。我被他们发现了，我没死，可是他的影子无时无刻不折磨我。那个叫心瑜的女画家，跟以前的我一模一样，不同的是，我可以帮她。那天，我是去了画廊，可他做的真干净，那么精细的设计，都没能让他坐牢。死，对他来说是快乐。他该活着，活在地狱里。别难过了，香姐，反正心瑜他父母也没怪你。我是觉得心雨太可惜了，太不值了。还有这，吃完饭以后卡拉 OK 啊，有事别唱歌了。好，我同意。可我哥越来越黑了啊！怎么叫黑呢？肖云难得请回客。对再说你没听我唱歌啊，我在这儿唱的。别说我听过啊，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去过。哎，李队，怎么样啊？你看看，哪家的公鸡和驴不见了？我才不知道你们这帮小子说以大欺小的，我靠，哪儿吃肖云？保你吃好喝好的，最后我还让你打包。哎，这不错，300块钱啊，便宜了吧？来张报纸。刑警队最爱看报的人。好。